好咁啊，又講賽馬第一場1號鼓浪高升，第二場4號同德威，第三場3號團結勇士，第四場3號超強60，第五場11號長勝將軍，第六場福星小子5號福星小子，第七場6號咁啊精彩進帳，第八場4號奔放，第九場呢個12號好節拍，咁咧就即係希望佢開熱門啦，開多啲熱門啦咁樣，尤其是係大熱門啦，食住條水啊！啲大熱門係咁贏啊！